云林县去年院出事降价到3340人，是有史以来上介低。针对这少子化的问题呢，云林县政府宣布，明年后年推出2年6亿的催生精神计划，甲生育津贴增加，前3梯补助3万块，对第4梯开始一梯就是10万。那选伫咧2024、25年这2年，在生产者是另外搁再加3万。为了要鼓励民众跟生囡仔，县政府杀出2年6亿催生精神计划，只要父母一方设计在云林满3个月，新生翁婴仔在2024年、2025年大小龙年出生，每胎至少会当领到生育补贴6万块。第1胎到第3胎，你就可以领6万哈，再增加3包的大包的一个尿布哦，那可以说333的这个政策了哈。那如果你是第4胎以后呢，除了我们第4胎以后每胎领10万之外，还增加坐月子3万，所以呢，现金马上可以领13万。县政府表示，原来生育津贴为113年8000块提高到1万块，但这几年来物价通膨严重，让真侪少年人无愿意生囡仔。去年云林县新生翁婴仔人数降到3340人，创下2年来新低。嘛希望提出生育补贴加码，让更多民众留在云林县生囡仔。这个补助的话，就是可以让家庭面的压力就会比较减轻。这样就是我们原本预期是云林县补助是1万元嘛，那就是我们明年可能生的话就是3万，然后如果龙年的话再加码3万，所以我觉得6万块钱是非常的感谢。应该不会。怎么说？要买房子啊，有房贷、车贷，对不对？哎呀。有民众表示，若是经济状况会当，加上无钱无囡仔，伊就会考虑生囡仔领这6万块的补助。但嘛有民众认为，袂因为补助转生囡仔，县政府就强调，除了提高生育补贴，嘛针对25岁至70岁育龄女性，提供动能补贴3万块等等。希望这2年会当为云林县增加1万名新生翁仔为目标，继续用为你报道。